總價170萬唔到，就攞低身後呢一棟3層嘅別墅啊！雖然面積只有109平方啊，但屬用面積達到260個平方。大家睇一樓呢度呢係70平方嘅前後花園啊，仲帶埋一個溫泉入戶噶。呢邊呢就係休息嘅地方。入翻嚟啦，呢邊呢就係1樓嘅一個客廳、飯廳空間。呢邊呢係做咗一個廚房嚟嘅，可以睇埋啦。呢邊呢仲有個長輩房啊，1樓做咗長輩房。直接連翻出去呢就係溫泉嘅一個休息嘅地方嚟嘅。我哋過去睇睇先，呢邊呢仲有翻一個公共洗手間位置喎。呢邊呢就係1樓嘅情況啦。我哋上翻2樓去睇睇。而家上咗2樓，介紹下呢邊嘅空間先。呢度呢就係一間房嘅270度嘅採光啊！睇到我睇呢個景觀 O 唔 OK 先？過嚟先，呢邊呢就係一個主人套間嚟嘅。主人套間空間大概呢有30個方嚟噶。我最中意啊，係2樓呢邊帶咗一個270度嘅陽台啊，望翻出邊呢就別墅嚟嘅。我要睇埋，仲可以睇埋湖景嘅單位喎。哇！呢個景觀得唔得啊？我哋等陣上去3樓睇睇先。而家呢上到3樓嘅主人套間嚟嘅，同大家詳細介紹。呢邊呢就係更濕分離嘅洗手間，大家可以睇埋出邊呢陽台。呢個陽台空間得唔得？望翻出邊呢就係湖景、別墅景、毫無遮擋啊！採光通風效果非常之 OK， 仲有預留一個浸溫泉嘅一個位置俾大家。呢度呢就係我哋碧海銀湖呢邊嘅啦，109平方，但係佢實用面積呢去到260平方喎。有興趣下方留言109，我發啲資料俾你啊！